如果你亦計劃呢個清明節或者講五一期間翻嚟信義睇房買房，哪怕房價再平，首付再低，利率再低，2025年我依然勸你唔好亂咁買房，尤其係今年呢種情況，毫唔誇張咁講，你一旦買錯，當下嘅行情你就係最後一波搞財，會直接影響到你未來10年甚至20年嘅一個生活。因為我見過太多啦，就係因為買錯一套房，導致家庭不和，甚至家庭破離。如果你亦計劃2025年準備買房嘅話，建議認真睇完呢個視頻吓，喺你買房嘅路上肯定會有好大嘅作用。成個時間呢，大約應該去到8分鐘左右，你唔好覺得好長，裏面有濃縮風格。我做地產第16年呢，經手過嘅、經歷過亦見過嘅幾百套、成千套嘅買房嘅方案嘅經驗。睇完呢條視頻，你就會知道今年應唔應該去買房，應該點樣去買房。點個讚，繼續往下睇。首先第一條，你要搞清楚你而家係剛需定係改善。按照而家嘅市場行情嚟睇，如果講你係真嘅剛需，係首套房嘅話，咁你記住，首先你要考慮嘅並唔係乜嘢個學校啊，而係3個字：流通性。呢個先係最重要嘅一點，亦係剛需購房客戶最容易忽視嘅一點。舉個例子，你講信義風塵片區嘅，同樣地段、同樣嘅配套、同樣片區嘅，你花100萬去買套房，同埋你花70萬、80萬，甚至40-50萬去買套房，係一樣都可以去住嘅，能夠享受嘅呢嗰啲配套資源呢，亦係一樣嘅。但未來5到10年，當你想要去改善換房嘅時候，可能你個房腰斬都冇人要，而人哋嘅房呢，依然會有人願意去接手。呢個呢，就係我經常講嘅樓市分化、區域分化到樓盤分化，甚至到戶型分化，呢個一定係一個好大嘅趨勢。所以我認為買房單純係貪圖平去買房嘅呢，踩坑係第一步。當你面臨預算實在係馬交嘅，買唔到符合你自己想要求嘅房嘅，咁我建議你等一等再買，等全交咗預算再去考慮買房。講句老實話，而家呢種行情並唔係講你今日唔買，聽日就會升價咧。好多人特別係第一次買房嘅年輕人，總係諗住呢一套房我要住一世嘅。老實話吓，呢個真係買現實噶。人生路漫漫，有啲乜嘢係一世嘅呢？結婚都可以離婚，單位亦可以下崗，車會壞，房會舊。如果你買懂得未雨綢繆，今後肯定係會蝕底底。我認為今後個行情，買咗係簡單講嘅乜嘢個賠唔賠錢嘅問題，而係有冇人願意去接手。如果你買呢套房，未來5到10年仲能夠好好咁轉手，甚至講蝕少少，咁就係一個好好嘅房。咁你蝕嘅係乜嘢呢？不單止係房價嘅折損，仲有槓桿、利息、裝修成本、各種稅費等等。如果講房買啱呢，就會少蝕啲；但係買錯咧，係買人接盤。呢個大概就係以後嘅行情。如果講你考慮改善，咁就一定要選擇一個高品質啲嘅小區。呢一點喺我哋信義，我認為喺某種意義上嚟講，比地段、比起學區仲要。最起碼物業會好啲，小區環境亦會好啲，戶型會好啲。只要買係講偏離太遠主城區，品質好物業嘅小區先係真正能夠滿足你改善嘅需求。第二，規避風險，但係又唔能夠放大焦慮。好多人講一定要去買二手房，因為馬上能夠入住，風險會更低。但係而家市場上大部分嘅二手房普遍嘅產品力係好弱嘅，可以講係買有競爭力。短期嚟睇，確實係得到咗個安穩，但係長期嚟睇，流通性太差，亦係一種風險。第三，銀行貸款，而家好多所謂嘅專家一定會建議你選擇等額本息，因為每個月嘅還款壓力大。呢一啲專家一定會話你知，等額本息嘅利息會比等額本金要高得多。貸款100萬，利息可能會多出6-7萬。剛開始月供會高啲，但係馬會講你聽，等額本金雖然我開始月供會高啲，每張月係會逐漸大減嘅。等額本息係每張月還款壓力係一樣嘅，哪怕你還到30年最後一日，亦都係一樣嘅。
但係我前面嘅好多視頻亦講過，你要了解你自己真正嘅家庭收入同埋家庭支出，你要量力而行，在唔係有乜嘢心理壓力嘅狀態下去供樓，咁樣係最好嘅。所以選擇點樣嘅貸款方式都係要睇你自己家庭嘅實際情況出發。但係考慮買房，唔能夠太懶，要多啲去做功課，亦唔好去排斥中介，各行各業都會有老鼠屎，唔好講一棍去打死。選擇到一個好嘅幫手，其實係可以幫你慳到好多事，甚至可以幫你規避到一啲風險嘅。我並唔係講一定揾我嚇，你揾乜誰都得。如果實在蠻願意去相信中介，咁你就花多啲時間去睇、去了解、去對比。第五，普通人、普通嘅家庭唔好去買乜嘢嘅公寓、商鋪、寫字樓呢啲咁樣嘅嘢，呢啲都係純商用嘅。講白咗，買過來就係為咗賺錢而用嘅。裏面嘅坑到而家我自己有時候都未有研究清楚。當然嚇，亦會有一部分人係真真正正有需要嘅。大老闆除外。第六，選擇樓層嘅時候，如果講總層高係32層，那麼從9樓到29樓，我認為都係好樓層。當然呢啲樓層嘅價格亦係相對嚟講會貴價啲嘅。我想講嘅就係，只要採光好、通風效果好，6樓以下亦可以買嘅。並唔係講萬能夠考慮，只要講買影響採光，價格亦合適。最重要係睇你自己嘅預算。4樓住咗亦死唔到人，18樓住咗亦冇會落地獄。而家頂樓亦有防水，優線層亦冇會影響採光。只要講價格合適，仲能夠慳大幾萬甚至10幾萬，點解唔能夠買呢？如果講睇到而家你都未有話走，能聽得懂學識嘅話，咁就點個關注啦。後面麗麗仲會繼續持續更新一啲買房嘅乾貨同埋一啲買房賣房嘅真實案例分享出嚟，幫助你喺買房嘅路上去避坑。我係麗麗，一個16年嘅房產人，我係黎自己。